话，伊就无像树啊，就无紧，就无法度大吼。就像咱囡仔拄着困难，搁一个妈妈喊我去，对无？咱即共款所以会当断除一切之危险吼。咱若有啥物疑问，你若有信你就即个危险你拢无信就对了。咱事业无常，即个开发无常道啦咱平衡所以大家参考讲三祖伊讲信心，伊甲你讲要修到即条路非咱安那就是信心的基啦。伊三祖伊拿做一个论述的做信心的即个论述尔来讲信心不止信心，信心爱相信，讲即个相信啥呢？相信咱有尽良尽贤那这相信真正非常的重要。所以比如用一个故事来大家做参考有即个故事就是讲两个和尚住伫四川的和尚，四川即个所在偏僻会使地区两个和尚，一个真善者，一个真好囝那善者就甲即个好囝讲我开始要来计划要去南海，那南海遐有要去参拜关佛祖搁会当加身体先做一个交流，要去出境安尼的意思那即个好囝讲我嘛有想要去啦毋过你要安怎去伊问讲你善者的和尚，你要安怎去伊讲我若要去一个竿一个钵，安尼就会使啦，一瓶一钵足矣啦那好囝讲我已经计划不能当我搁去买船想要坐船就去南海去出境当未开始做到的你安尼就有法度吗？伊就安尼讲那善者和尚伊当然伊骹若是地啦伊变去往咧，咱来看一个四川甲南海这四川地代表中心你若要行到南海遮远差不多2000公里2000公里伊用行的讲伊一个你捌用行的行去对安尼10公里行偌久？行足久的阮或许讲因迄个时间拢伫阮遐下面行去到台南，爱行偌久可能爱行3-4点钟爱无？行一转3-4点钟来回，还是来回3-4点钟我袂记的不过我有家己行过。即个人伊真正即个善者和尚，伊真正用行的，2000公里伊行偌久？行一冬行一冬去到遐南海去参拜观世音菩萨，拜访着贤弟时阵，摕着即个好的即个经册转来，那转来佫行一冬转来，所以开2天的时间即善者的和尚，伊就把即个经册善者的和尚就把经册送互即个好囝的和尚，讲我已经转来好囝的和尚敢有去？袂所以咱修行上界重要，毋是你钱足济毋是讲你真正安怎爱真正踏踏实地去做的那说天下事无难一可为己，艰难者一就歹了，我听唔知对不为即笔者亦难易讲咱天下事敢有简单的甲困难的无？讲有啦，毋过你若去做难的会变简单毋过你若无去做简单的嘛足难咱人做学习的学文嘛是共款即个意思的若有困难有容易的毋过咱若去甲学习困难的安那会变简单那无通简单的嘛无地领，像咱即个一寡新的技术拢出来咱才拄咱会主任咱即种等待的群主呢你敢会晓用？袂晓用就安那？感觉足困难，只是咱无熟悉嘛所以咱来安那去学咱若学困难的嘛会慢慢变简单这时代咧改变，啥物物件拢加速，会加速咧，
以前啊，要上一个网络，就爱去开电脑啊，搁安尼吼，才会当去上网络。即个手机啊，拢有上网络。上网络有啥物好处？哦，真侪好处。咱叫人打电话，敢有要打电话？无啦，咱拢用咱较紧吼，因为较省钱吼。啊，所以电话试看嘛，啊，回阮的囡仔吼，目前咧做老师，因厝里无试看，因无迄较。厝内底的电话，啥物？每一个人囡仔拢手里拢是手机啊，哦，啊爸爸妈妈要卡互因吼，往内付的不用钱，所以吼，用贷啊往内付的这些都拢免钱，所以哦，内底无些那个事化吼，那所以咱修行上解重要是啥？爱有信心吼，那刘汉来甲大家参考大家吼，所以讲相信。就是学道的出路，即咱师尊甲咱讲，你学道毋知影方向正马无，即个时阵你着安尼，你着爱知影爱相信，啊相信啥？就像即个人，伊要行即条路好，还是行迄条路无好，咱甲安尼咧讲对无？即个时阵你要安怎？我有感觉人生的路途是咱两条路，互咱毋知影行诶，可能。不然点啊？像好像伫咱哩伊迄个复兴路甲长春街遐吼，遐叫做啥物所在？你知影？哦，迄个路口好做侪条路的啊。哦，啊你若毋知影路是安怎？啊惊毋知影路啊吼，即个时阵爱问人吼，你敢会问人？会去问人吼，人讲哎呀，即个天文路伫对去啊。哦，当然甲咱伊讲啊，你着伫对吼行。啊，讲伊一个天文路伫对去，即个人甲你讲，咱会相信。咱会相信啦，一般拢会相信，一般人伊就后来你报啦吼，因为伊知影你捌去过遐啦吼，所以就来报。哦，那话咧，哦，像咱即技术较好啊，我用啥手机啊导航啊，哦，手机啊你来查天文图啊来拍，伊就甲你报路啊，哦啊报路吼，甲伊报毋对。买报唔对，为虾米？因为哦，你无打开定位啦，哦，可能你的定位有打开，毋过你安那你无做更新啊，系统也要更新啊。哦，更新也很重要哦，你要重新跟那个卫星定位一下，看知影你伫倒位啊，还有法度甲你报对的路啦吼。所以有的人要用导航去导到毋知影落去，所以咱爱去转来对更新啊，爱去对更新。我懂。我那若汽车讲回原厂更新，系统更新咱回原厂哦，啊咱的原厂就对啊，咱人的原厂，咱就爱转来互人更新一下，吼，咱来互人更新一下哦，更新爱调整一下，单调吼，迄个准度较准吼，所以这学的是相信是学的会出路啦吼，咱有项吼做安尼诶，哎呦，跟找比较很棒吼，好啦，来看这个片啊，好。无。那荧幕要退出来。我学的是哪样的？懊悔。荧幕要退出。过去。好，安尼我去甲拍车啊。咱来看这个影片哦，伊是一个日本的，日本的，还是没看见。
好，安尼好，然后这。好，这个问题吼，咱用看然后我就刚刚解说，你讲这写不差。好，来看这个所在。这个不动产。欢迎光临。どうぞ、おかけ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はやっぱり、大正不動産。对啊，这个男生不动产。一つの人生の契約をいただかない、次に生まれ変わる物件を紹介する場所です。まあ、要するに、魂が次に宿る体のことです。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システムなんですね。这个男生不动产伊已经接受了一世人，有咩介绍伊来世，伊要去出世的户型啊，不动产户型，所以你会当做猫熊，当做这什么日本教，会当进行，会当去大汉，像做广告安尼，咱即个咧不动产同款为了彰显咱破财破财。来世不动产，我们你想要找咱做的行业。そうですね。わかりますよ。一生もんですからね。皆さんに考えます。はあ、そうですね。讲来当それ彰显，だからやっぱり次想も要跟做一个人查某，喜欢就是做人啊。人間じゃない場合はあるんですか？もちろんあります。人間の場合は人気がありますので。可以有办法做人，因为精细人一定不会有出卖账做。お客様の前世の行いを知識して。咱把你生出你精细人，做了好，卖分手。你若分手，会当做人。こちらにですね、お客様の名前と生年月日を入力すると、お客様の前世での行いが全て出てきます。全ての？お客様の人生の行いの全てがここにデータとして記録されているんです。会去的主要互你的名，用就知影讲伊精细人定力如何，马上把你生出来。こちらがお客様の行いです。精细人收着的一切，然后你将利用。这是命啊，这命啊。お客様が生前行ったいいような悪いよ不管是科属、白属，还是其他用有利的家，像沙发、几千、沙发、高架，工作是机器人生理的处所，生将这个沙发归刚。毎朝洗うからそれぐらいになるか。なるほど。これすごい。あ、すみません。この数字は何ですよ。328。沙发50倍哦，我这个是欧美大部舍的处所。そうですね。電車の間に我以前咧讲到各种坐电车的时阵，现在甲等咧经过咱咧迄个
清楚的。まあ、それだから多いですよ。ちなみに、これは一般的には多いですか？别人比看嘛，有的人吼，咱混熟，咱比，咱是有的人绝对拢无比较的。你讲安尼敢有靠分？ありますね。安尼有靠分。そんな細かいことも有些我代志有靠分嘛，懂的。じゃあ、这样子670这数字是代表啥？真是啦吼，若是这个高铁的措施。7岁到10岁时阵，讲若是这个高铁，讲这件代志吼，高铁的就问题就大啦。讲这个高铁就是靠分。伊讲佫有伊靠分的这个题目，讲有你知道，便利商店以外的好处，再搞新的好处。做这种代志，歹代志会当做。我这个白。头发吼，去甲补品啊，我应该伊个去甲叫头发搞补的。伊讲这种代志真歹势，像讲要到带入去棺材，佮讲真正你带来棺材，只是人讲无了解真正个方法。所以讲，我哪有做过的代志哦，做啥物过的代志嘛？比如这个地教，伊帮助囡仔，帮助人叫有欺负的囡仔。そうですか。確かに、子供の頃、近所によくいじめられていた女の子がいたんですよ。私から正義が我细汉有帮助一个查囡仔，迄个查囡仔去互欺负啦。真明明遐做唔对的代志吼，我拢袂记，我袂记我做过啥物唔对的代志。啊，我咧知名做过好代志拢。最后伊的总分啊，应该算是82000分啊，吼，82000分。啊，你敢有算济分啊？讲袂讲介济吼，挺少。你讲，讲安尼会当做啥物？转世会当去做啥？无法度做。无去做狗啊做，你若做狗啊，你会当做真好的狗，比如这种狗，烧出来的狗，会当出名。讲这种烧出来的狗嘛，无适合嘛，是无适合家人烧看。我们较近的动物人，较近。伊讲若会当选啊，伊要选迄较中寿的，较长命的，搁硬搁中寿的。讲啊，无你做这好。象拔蚌，一种蛤蟆，会当活120岁。讲这种的生活足硬，拢比伫山下足硬，搁足中寿。而且讲，搁伫山下迄住120天，安尼无使我做这个，而且嘛无遐尼中寿，唔要紧。
我这熊猫袂歹，熊猫，讲念无准，我无法做熊猫，因为熊猫你要变你绝种。我囝安尼无去做放咱着的泥糊，做糊啦。我这做糊做硬，安尼放在着环境个做水的，我这是环境牛逼啊，各有各味的，咱来改变讲，无习惯安尼个。然后我可能爱定时那种第二个。我伊要较自由的，我也互饲的安尼啦吼，安尼无，叫伊做咸个，咸，迄个啦，做迄个啦。侬做迄个有啥物好处？到你涂骹吼，简单，即个造出来涂饼吼。一礼拜，咱是一礼拜，出来吼非常快乐，做自由自在，虽然一礼拜的时间，但是一礼拜非常欢喜哦。伊讲吼，若要勉强去做，哎，无法度找好个风气，咱做好。你若做啥，较袂去做坏，无做好会当累积分数。后来是更后一世吼，你就会当做人啊，咱真正决定要安怎去做啥，做这个成绩的。囡仔等了吼，伊决定做这个。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门开除吗？哦，伊就变成一个，一个啊，中柱型的中柱出世。头发过了清淡的自己，无安定了。然后话头挤出来。每一版看到一场，每一版感受着，每一版看着风，感觉你想看的足好个。真欢喜，心情退散。叫伊后世人吼，推荐这个吼，我哋讲叫伊做事，做事真正爱做。咸哦，真臭，迄个臭，真臭。咱讲伊一个，做咸干好，做咸干无好啦吼。那这是一个处理啊，都互咱了解讲，咱一世人过了后，敢是就是无代志啊，无啦吼。若种你无看伫了素心中道的轮回，爱依照咱做人的功课啦吼，还是罪过啊，来去算。知影讲咱有法度去继续去做好人，还是做一个种动物，还是做一个昆虫安尼啦吼。那所以吼，这种素心中道拢是安那，拢是艰苦的吼，对无？素心中道的拢袂当有快活，无啦，做到嘛真，然后做到的痛苦吼。所以
即个吼，互大家了解讲，你有相信有你有相信人，即些人了后会变安怎？种免讲的吼，所以咱今仔日来分享，咱只来讲，你敢有相信轮回，有相信因果，有相信无常吼。好，那有那种都有可能，咱的前辈者吼，对不起，哎呀，这个不是这样。好，这个做后悔。这个影片吼，今年的新闻吼，有大家看一下吼，这个人可能大家熟悉讲，这个死亡因讲药啊吼，无人讲药过身，伊的家属吼，用两个新闻来讲表述吼。忘记过去一切，只记得出秀而一生，还说自己是金门人，并识字会记账。如今逝世，子孙也以两个身份拜在后世。双节都是有出秀而路边有路边出秀而随着文广要过世，家属说让借尸还魂告一段落，让宣传历史的喜爱人平静落幕。3庆6月12日报道。讲以前呢，你感觉实在这个资讯哦，这个轰动台湾的这个事情有无？感觉这个吴林婉王妖无人讲妖的这个事情，你敢捌听过？有捌听过无？手势无？我捌听过放下那连汉吼细汉吼，伫附近就拢有听着前辈者拢用这来做一个吼，讲这个因果啦吼。讲咱人真正有因果的咧吼，咱自首嘛吼，伫民国77年的时阵吼，823炮战吼，因导弹啊，就像咱头拄看迄叙利亚国家内因就坐船啊，因导弹对无？咱就要导出来，因为要发生战争啊吼，那规个船啊有10外个啊，20几个人坐迄条船啊。毋过伫迄坐当中吼，佫拄着迄个炸弹啊，是风影啊，怎有人受伤，有人啊漂浮，无人怎飘去甲昏入外海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转去啊吼，像即个自首吼，即个人吼奄奄一息，穿一个血丝啊，遐个渔民吼总共救起来，救起来吼，倒遐个人看着伊导弹吼。炸一个金仔，总要甲抢伊个金仔，若抢伊金仔，至少也讲金仔互你也不要紧，你着留我一条性命。搁遐个渔民吼真歹势，因着无留伊性命，搁甲伊杀出去，甲迄只船仔甲杀出去，到尾总淹死啊吼。搁伊个良心吼，还袂到咧吼，所以伊有迄个骨安去吼，去到迄个。分娩了有个潜水啊吼，去甲斗，去甲倒讲遮个人害伊个囡仔，讲安尼好，我甲你安排吼，你搁过3工吼，下港互你吼，即个分娩搁入去个无形网腰即个身躯搁挂起来，吼是啥物做遐等啊？伫即等个过程当中吼，即个无形网腰伊本身是一个无捌字。
讲台语，身体真歹，吼真无主正的一个组人。不过伊迄阵30几岁身体歹，种奄奄一息，我那你要死去，因翁吼，规迄个5歳5某囡因为伊想要办后事啊，结果伫迄办的时阵，伊讲用即个母语网友去切过来吼，伊即个喙讲的吼，毋是讲台语，伊讲的台语是一种 Q 金黄的人的 Q 啊，伊捌字哦，佫会晓记笑吼伊的清差吼，若像是迄个外省的人安尼，毋过伊袂晓煮食，而且伊诚素食吼，伊诚素食吼。就安尼逐个人讲即个人安尼真奇怪，较会用即个人换一个人，讲即个体真正是暂时的，咱有一个真正灵魂换袂即个体就变另外一个人所以做侪人去遐探讨伊的故事佫有变成一个电影去做电影伊的故事迄阵我是一个蒋中正做总统佫派人去调查啦，就甲送去病医，送去病医检查看有真情还是无问题。结果伊检查的时阵来到咱即个在因在心内的情深的样子有一个病医啦伊个心内的医生一个拄好因的阿姊伊看到迄个阿姊伊问遐阿姊，人叫讲伊阿姊因为伊已经毋是迄个朱秀华医生啦。毋是迄朱秀华爸嘿，所以伊有讲奇怪，伊较叫安尼啦，讲迄种英文的代志，讲甲佫有影咧是讲要试探敢有真正，就见阿静嘛，因阿静就应该有阿办，偷偷的从旁边伫边仔行过来，朱秀华看到伊嘛就叫阿静所以讲你真正是即个朱秀华本身的灵魂来闹的对了。即个事件当然，咱诚侪人拢有去看即个事件去探查，包括即个星云大师包括任何站的酒店的书，因拢有去拜访伊本人对了。有项伫即个台中去美班学习的时候，台中遐个前演讲讲，伊有对阮酒店图书去拜访伊本人。去拜访的时阵讲这朱秀华，佫寡仔知影咧伊讲伊听到即个朱秀华讲兵书大德表示欢迎佫知影咱酒店的书是兵书咧佫会当甲安尼甲跪拜伊安尼所以讲即个朱秀华是一个传奇的人我嘛是讲伊嘛最想要去看伊本人，佫毋知影讲伊本人是安怎结果伊说是今年的新闻尔。伊活到今年96岁佫加活60担加活60担。伊伫遐讲伊的新主牌仔是要用写朱秀华好，还是写高丽光有？你感觉爱写对？所以讲个大杯啦，讲写两个名啦，因为这个新规是啥？高丽光有，不过迄个名是啥？朱秀华所以拄仔咱这个新闻是咧甲咱讲这即个朱秀华伊这60担其实伊嘛是讲去减瘦伊包括伊迄潜水甲倒3工，所以伊咧天上的下标，因兜有一块地他去做天上的下标，拢伫遐服务就对了那然后甲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讲这人真正有因果啦那咱人为什么会有因果啊？即咱对世咱出世安尼一直轮回，讲轮回流连偌久啊，32,900担去那对世来咱的生命是咱的行为观，会产生一寡咱讲的冤亲债主为什么会来比如说咱讲话通伤着，是规日当中伤着鬼神还是讲过去的关系啦其实咱会当做一家伙啊，讲是来报恩呢，就是来讨债务爱当做一家伙啊，还是讲第4点讲人伤害人还是讲即个伫咱身体歹的时阵关系，就会过来甲咱找欠命还命，欠钱还钱还是
因为食性啊，乌白食食一个吼病从口入，啊，当然你爱食肉食，就是讲会当小大家人细年轻吼，自私自利吼，啊恶多善少，吼为人修到真气，佮吼感觉考验真济，主动真济，这拢是冤亲债主来甲咱主动。啊，这个时阵若做冤亲债主来喏，咱爱来化解。那别人欠咱，咱就爱拢莫甲讨啊。咱若要时阵就知，安尼冤冤相报啊，无时了吼。若讲咱若欠别人的，爱甲归去，咱嘛爱甲咱的冤亲债主吼，甲讲，哦，我甲伊找个公司拢愿意来，吼回向吼咱遮的冤亲债主，吼，互大家拢做伙共修安尼就对了。吼，咱假设所修的公司来回向互因啦吼，那像讲遐久啊，重点咱要相信啥呢？吼，较是重点咯吼，咱要相信啥吼，所以咱讲第一，咱相信咱人拢富有福性，吼，那拢会当辛苦，你敢有相信？哦，我会当做粉哦，有影无？我会当做粉吗？你敢会当做粉？魏真人，你相信你会当做粉没？哎呀，我无啥敢相信。我做一个比喻咯吼，有一个人吼，伊去山顶啊，看着一个老鹰来饲啊，老鹰囝用来三脚来饲，伊就甲鸡仔做伙饲啊。即只鸡仔即只老鹰甲鸡仔做伙大汉吼，大汉了，伊敢会飞？所以老鹰敢会飞？正常老鹰会飞啦，不过伊甲鸡仔做伙饲了吼。鸡仔拢无咧飞，所以嘛拢袂飞啦。啊，不过吼，伊即个主人讲，我要互飞啦，我要互飞咧，我若要互飞安那，叫伊飞，伊就要飞嘛，伊嘛是无法度吼。所以就甲带去个一个山头，从一只碗搭落去，搭落去，迄只老鹰伊就发觉伊稳定啊，竟然身体开啊，就开始飞起来吼。当然吼，即个老鹰伊甲迄个鸡仔带遐久啊，伊相信伊是老鹰吗？伊无相信，伊拢相信伊就是一只公鸡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是同款，咱人来即个人世间啊，轮回遐尼久啊，咱拢袂记咧讲，咱原来嘛是艰苦共款，咱拢有一个长的本性。吼，咱遮尔侪年的轮回啊，咱拢去互本性拢去互外分吼，去互砍掉，吼，所以你就无法度控制你的不行出来吼。那所以咱今仔日吼，咱爱知影讲，咱人拢该富有不行，拢会当辛苦的。所以有一寡迄个公案嘛，安尼人讲啦吼，像迄个徽宗祥书啦，这徽宗祥书吼，伊有一天有一个福晋啊吼，僧人吼，讲安怎较是混啊？安怎较是混啊？那徽宗祥书吼，伊讲，我无爱甲你讲，为虾米你无爱甲我讲？你真正有相信我讲的吗？迄个祥书甲你讲，迄个僧人啊，迄个和尚讲，我相信你啊，我今仔日甲你讲，伊惊你无要相信，伊就我有相信吼。伊怎叫伊忽然间嘛，细声人讲，你头仔问我啥物问题？我问你讲，啥物是佛啊？伊讲吼，你就是啊。伫个因头面讲，你就是佛啊。即个上和尚哦，听着即个讲我是佛哦，伊怎恍然大悟啊，大方我哈哈大笑，原来我就是佛啊。这公案吼，就哪讲安尼尔，讲伊一个，上规种上书甲咱讲，你就是佛，你敢会相信？你敢会相信？你敢有像迄个僧人共款，迄个和尚共款吼，开悟安尼？那这我是佛即个吼，布袋和尚嘛讲啊，伊个人插一个诗经吼，伊讲夜吼，咱拢叫佛念，日日吼条条拢叫佛起啦，佛拢逐日甲咱做伙困，搁做伙起床的，这佛伫倒啊？佛伫倒，我都甲咱
做伙起床，搁做伙困，不在哪里？主星。哦啊，搁咩啦吼？主星。哦，即个困着嘛，讲有四项代志吼，咱袂使看起吼。虽然小啦吼，倒四项诶，伊讲小太子、小蛇、搁小火、搁小三咪啦吼。小太子为虾米袂使看起呢？我过去吼，拢有国王嘛，国王伊细汉就是啥？小太子。你若小太子也变成国王嘛，所以你袂使看起吼。第二小蛇，蛇虽然细只，毋过蛇敢有毒。有啦，虽然伊是细只蛇吼，甲你咬着你嘛是会中毒吼。那小火敢有恐怖？哦，真恐怖哦！咱看即个美国吼，美国有一个人吼，伊为要庆祝伊啥物代志，伊就用啥物爆破物件伫迄个森林内底，吼，庆祝讲伊毋知钓着啥物物件，因为迄崩溃了吼，草啊烧起来，美国火灾吼烧偌济青铜的厝边，恁敢有看过新闻？哦，真有。敢有看过？因为迄就是迄小火引起的吼。因为个天气热啊，无水啊，所以规个叫做天堂镇吼，拢烧起来，真恐怖吼。所以小火吼，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进入看到啦吼，是哦。小三咪敢来咱家轻视，小三咪嘛袂使轻视哦。小三咪年纪伊嘛会当生一个高精吼，会当生长哦，生粉吼。那咱就是像小三咪共款，咱读倒哪初步嘛是像小三咪哪开始读倒安尼共款哦，所以咱袂使轻视咱家己哦。牛做人嘛，咱来讲吼，讲甲众生吼，其实安怎叫做佛，安怎叫做众生吼，差一个一两枚佛一众生哦，那一两个众生一佛哦，那所以咱人。来讲，咱人就是佛人，你若白去的时阵，你就是啥叫做众生。佮你若开悟啊，你就佮转来佮变佛。所以，自性平等啊，不管什么人，大家拢是有迄个佛性，拢是平等的吼。那如果你这个心若是佛性甲退出来，你就是佛心，我心自由的。你自然你就是做一个无私的人啊。那这个自本哦，就是真正的佛，自性本就是真正的佛啦吼。那自用无佛心，咱这个心若是真正的佛心，咱是用迄声恶的声念的心造出来吼。那这个声念的心造出来，你就是一个佛啦吼。咱讲咱人无这个佛心哦，你讲要去对找真佛的，真佛在哪里？在咱自心啊，咱这个心为什么？将你歹将暗吼，伊会走来走去，所以这个佛性爱甲摕出来做主啦，佛性爱摕出来做主，让一个自性佛吼，摕出来做主哦。那咱也嘛甲咱讲吼，顺地好人呀，顺好人呀，遇好人，我是个啥物人？伊讲若有做有为者，因就是啊吼。讲你若做圣人的代志，你就是一个圣人。这是咱的例子哦，伊甲咱讲的吼，讲教会安尼讲吼。那所以咱来肯定自己讲，咱真正有法度做一个佛。你安尼敢有相信你会当做一个遮尔济圣人仙佛啊？安尼甲咱讲啦，讲咱就是一个佛，你敢有相信？有很好吼，安尼爱信佛哦，爱知影讲我有法度信佛。那第二，咱就是爱相信道经、地经、天地经，即咱定吼，看前面者拢甲咱讲，这个书经拢甲咱证明天经、地经，那个天地经哦，道经、地经、天地经啊吼。那有好人讲，这道经哦，你要知影道伫对，道在哪里呢？道在哪里吼？那大道。